伫咱学了开大声称颂伊，我的心心啊，你就学了耶和华。我的心心啊，你就学了耶和华，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哦，我的心心啊，你就学了耶和华，世间万物拢着学了伊，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咱的主每时每刻地看顾，伊搭伫咱学了开大声称颂伊，我的心心啊，你就学了耶和华，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咱的主每时每刻地看顾，伊搭伫咱学了开大声称颂伊，我的心心啊，你就学了耶和华，我的心心啊，你就学了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咱即时咱三个来感恩，甲着即个人做悔改吼。咱先来读一段经文。来，我的子民若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土地搁再生产。我的目睭要看，耳孔要听，伫即所在所献的祈祷。真欢喜哦！今仔日是母亲节，咱看见了教会遐尼侪兄弟姊妹三甲组织伫咱新的即个会堂内底，咱要搁一届来即个所在敬拜上帝，咱要来领受着上帝的即个恩典，领受上帝的祝福。总是伫咱的生活当中，有时咱会伫迄个中间来得罪着天父上帝，还是得罪着咱家己的亲人，还是咱的朋友，互咱会感觉心真困迫。真无法度安尼偷放咱家己个快活的心吼，所以咱拢会当来到主的面前，来伫这个所在来向上帝来祈祷，因为上帝要对顶缘看，要按耳孔来听咱的祈祷。伫这个所在向着上帝来祈祷的，上帝要伫这个所在来赦免咱，来赐福咱。咱这时咱三个当开声来祈祷。主必听咱阮的天父上帝。阮搁一届来感谢着你，因为你是创造阮的主，你是阮生命的主宰，是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家庭的主宰。阮搁一届来感谢着天父上帝，因为你互阮会当每一天伫阮的生活当中，伫阮的生命当中，因着主你的同在，互阮无摇绝，互阮今日搁较合伫主你的心意，互阮每一天有你教育丰盛的恩典伫阮的生活当中。主啊，阮将这个一切荣耀归乎你，因为天父上帝，你爱阮伫阮家己的生命当中，按照你的教导，行伫你的道路的顶悬，按照你教导，互阮会当教人伫迄个所在来三甲三听，互阮用着主你的听来教着阮的身边的人，来传扬着主你美好的福音。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互阮有这种的心志，总是天父上帝啊，也愿你怜悯来赦免着了阮，因为有时阮为着阮世上的工课，为着阮的经济，为着阮的事业等等。阮有时可能阮就袂记你天父上帝，你伫阮的身边，你爱阮做啥物代志，阮就伫迄个所在，甚至偏旁伫迄个所在夸口，伫迄个所在来得罪着人，来得罪着咱上帝。阮恳求主你搁一届，互阮来到着你圣殿的面前，阮将阮家己献上伫你面前的时，主啊，你就来怜悯，来赦免着了阮，互阮带着了一个重新的生活，互阮带着一个新的生命，搁转到着阮的生活当中。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伫即时，你也按耳孔来听，你为天顶来看，看阮伫即个所在所有的祈祷，所有的献上，互你会当欢喜来感动。阮安尼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续接，咱来为着咱的医治吼，来到即个头房吼，咱来祈祷来，咱先来看一则经文。
我面临恁，着勇敢壮大，唔通惊，唔通顿，因为你无论去倒位，上主你的上帝一定教着你上知。咱伫咱的生活当中，随着上帝，互咱是年纪是有限的，所以讲咱会随着肉体的加添，年岁的加添，咱就有病痛。啊，咱伫少年的时，伫咱青年的时，因为咱的拍拼，咱的努力，伫迄个所在就教人三甲争钱。有时伫迄个所在，咱伫迄个所在做出无好的事。无论咱伫艰苦的过程当中，也是伫咱拄着困境的当中，也是咱的经济、咱的事业、咱的学业拢需要着了主来帮助的时，亲爱兄弟姊妹，咱免惊吓，咱免论，咱免惊。伫这时，咱就用感恩的心向上帝来求讨。我相信上帝要伫这所在，成做你的快乐。成做你的信心，成做你的帮助，互咱的生活行甲更较注心意，行甲得更较平稳。咱即时三甲来开声祈祷。主比他他把悲伤的感谢你，主你是修书万啊，我万人本人，不能为这让良心的性命，相信我伫阮的所求当中一起。之前阮的天父上帝创造阮的主，阮搁一个来感谢着你。你将阮按照你的形象来创造。你互阮伫世上有限的日子内底，你竞选阮成做你的儿女，阮是何等的荣幸！你每一天用你的慈神爱手，你来捆绑着阮，你来带领着了阮，互阮着往头前来行。希望阮伫阮的人生的过程当中，阮在阮面对足济的代志，无论阮成长的过程，无论阮的学业、阮的事业、阮的家庭、阮的亲子关系、阮的肉体的病痛等等。主啊，互阮有时真忧闷，互阮有时心真软弱，心真软正。毋过阮知，主，因为你就互阮有这种的权柄，阮会当来到着你的受恩宝座前，用着主你的求讨，求你来压榨着阮，求你来医治着阮，求你来透放着阮，求你来祝福着阮，互阮伫阮的生活当中，因着有主你的同在，阮无惊吓，阮坦然的往前来迈进。因为主啊，这是阮对你。成做你儿女，阮的一个福分。阮搁一届来到着你的受恩宝座前，阮来感谢。特别，阮要为着阮兄弟姊妹肉体病痛的，搁较意的主啊，你来伸出你医治大能的手，你来医治着因。互因无论伫家己的厝体伫静养这个病，也是伫病院，也是伫任何一个所在，拢有主你的同在，拢有主你的祝福，互因无惊吓，互因伫迄个所在凭着信心。来交托伫主你的面前，阮安尼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好，煞接啊，咱要来为着主日来守望吼。咱先来用这段经文来读过来。祈求教育丰富的荣耀，通过伊的信心所属的快乐，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信来点伫恁心内。互恁敬君下伫基地伫顶，会当甲上帝所有子民明白基督的疼是正尔的长、宽、深，佮经验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了解的疼。我上帝的完全，互恁完全的充满。咱即时，咱要为着教会的这。咱的新的牧者就是咱的陈牧师吼，啊，博志牧师已经伫5月初来就任吼，开始咱要迈进另外一个新的阶段，也互咱所有的核心同工，甲着牧师的脚步所领受的意向，三角为着教会、为着福音的事工，咱伫这个所在同心来拍拼。咱嘛要为着来下一页，啊，咱为着主任吼，咱求主赐福今仔日吼来在座的妈妈。哦，也是伫线顶的吼，我倒来遮参与的，拢身体健康，灵魂体兴盛，满有智慧平安，吼，无忧虑，喜乐充满。第二，咱5月26吼，5月26，主日的下晡3点，咱有牧师的这就任感恩礼拜。咱兄弟姊妹，咱若有时间，啊，咱一定要来空下来吼，咱来这个所在来参与，吼，咱来做一个，搁一届，互咱看起着咱教会荣耀。来，咱若要为着过来。今仔日是儿童牧区的这个感恩日吼，啊，今仔日所有的服侍拢总要这儿童牧区的这朋友小朋友来服侍吼。咱若互老师、互小朋友
我那有缘灵魂体形成啊，因有温果有智慧啊，伫服侍的所在教导这细囝行伫上帝的道路顶缘，也求主帮助，或者每一个小朋友伫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止平安、身体健康，也互因的灵性有缘会当更加加添。过来啊，咱我那或者老师因所规划。 咱暑假伫要教吼，即阿甲伯，无论是幼儿、青年，还是即青少年吼，因所有夏令营，每一个活动拢总是主爱同在，因为有主同在，即夏令营才会当平安；因为主同在，即夏令营规划较有智慧，才会当伫迄个所在来应用着主。好，咱即时三个来开声祈祷，祈祷了，咱用主祷文来做结束的祈祷。 主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搁一摆来感谢着你，阮感谢着主你啊！伫这段时间内底，你家己有阮预备着了啊，博智牧师啊，等下到迦南教会，要来带咱迦南教会来往前迈进。因为伫这个新的阶段内底，阮也恳求主你，互牧师有好的意向，伊所领受的。 会当来伫这个所在兴旺着迦南教会的这福音的事工，也互所有的同工愿意伫这所在教着啊牧师同行这条天路，互迦南教会会当搁伫桃园地区会当成做一个发光发热的所在，成做一拍光灯，互更侪人因为来认捌着主理，来牵着伫主理的身边，来发挥着主理。阮也恳求天父上帝，今仔日是儿童牧区的这个服侍主日，阮恳求主理不止互这老师，互这小朋友。 因拢总会当伫即个过程当中，信仰的过程当中有智慧，因用好的圣经的语言来教导这小朋友，然后这小朋友伫因成长的过程当中，因的学业、因的身体健康、因的灵性，拢会当得到更大加添，互大家拢平平会当来领受着天父上帝你的祝福，互教会有这小朋友成做教会的军旗，成做后届教会服侍的这同工，阮拢恳求天父上帝你家己亲自来预备。主啊，阮搁一届来感谢，阮将今仔阮的感谢拢搭摆在伫你面前，愿主你欢喜来建立。当阮即时也要用主祷文，阮来祈祷讲。 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即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你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咧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要邀请大家一起站立，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哈利路亚，赞美神。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 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好，我们请大家坐下来哈，因为我们前面的人党，请大家坐下，谢谢。比全然的神，谢谢，请大家坐着一起唱。耶和华是我是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 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弟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请大家一起跟着拍手。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的神。 耶和华是我
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是为你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弟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他是我是为你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弟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弟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赞美荣耀献给神。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
上帝，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用保护救赎我，洗清我的罪，愿我的性命会当归荣光给你。圣神，我感谢你，你亲像雨水灌压伫我的心，互我有气力祈祷，有气力疼上帝疼人，有气力将母亲的疼传承落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是咱做伙来念圣诗，圣诗36首，上帝恩惠慈悲，上帝的恩惠慈悲。念诗煞，请简嘉明同学祈祷，请起立念全首。上帝的恩惠慈悲，越看无对比。伊望无际的沙漠，遥远的风暴，痴情阿掠白空野，月光在照射。这风暴虽然真大，自阮搁较宽。阮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疼世界每一个人，嘛将妈妈手术予阮。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爱阮活倒转亲像囡仔，才会当入去天国。今仔日是母亲节，求圣神帮助阮，会当孝敬爸母，会当照真理去行，互阮心内得着平安，祈祷得着快乐，心灵得着永壮。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性命，阿免。阿门。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请儿童牧区来启，会众来用。记载伫启用文64篇，就是雅各1章，启用文64篇。亲爱的兄弟姊妹，唔通受欺骗。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小事。伊无改变，嘛无天体当时引起的影。伊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造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伫大人着急着听，毋通急着讲，毋通急着生气，因为人的生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
所以着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要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着实行道理，唔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你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得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得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若有人想讲家己真健全，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在欺骗家己。这人的敬虔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搁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这时，请立动牧区来献诗，所要献的诗歌是《妈妈的心，妈妈的眼睛》。一闪亮晶晶，眼都是小星星，挂在地上放，好像许多小眼睛。繁星，繁星啊繁星，一闪一闪亮晶晶，就像妈妈温柔的眼睛，是我成长的牵引。记录着我成长的心情，记录着我成长的心情。繁星呀繁星，一闪一闪亮晶晶，就像妈妈温柔的眼睛，是我成长的牵引，记录着我成长的心情。记录着我成长的心情，妈妈永恒美丽的心，是天父亲手栽种的心，蕴含天父深深的情，为我牵挂，为我忧心。妈妈永恒美丽的心，是天父亲手栽种的心，蕴含天父深深的情，为我牵挂，为我忧心。哦，妈妈的心，妈妈的眼睛，孩子是你永远的满足与欢喜。哦，妈妈
欢喜。妈妈永恒美丽的心，是天父亲手栽种的心，蕴含天父深深的情，为我牵挂，为我忧心。妈妈的心，妈妈的眼睛，孩子是你永远的满足与欢喜。哦，妈妈的心，妈妈的眼睛，孩子是你永远的满足与欢喜。我有个美丽的心，是天父亲手栽种的心，蕴含天父深深的情，为我牵挂，为我忧心。天父深深的情，为我牵挂，为我忧心。请中年级的同学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2章11节到17节，彼得前书第2章11节。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是旅客。我劝你们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这种情欲老在跟灵魂征战。在外邦人当中，你们应该有端正的品性，使那些说你们坏话、指责你们做坏事的人，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在主再来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你们要顺从人间的掌权者，就是在上的君王和他所委派执行奖善罚恶的长官，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以好行为来堵住那般糊涂人的无知之口。你们是自由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盖任何邪恶，要做主上帝的奴仆。你们要尊重每一个人，信主的弟兄姐妹要敬畏上帝，要尊敬君王。以上，请陈碧志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做上帝的仆人，做上帝的仆人。大家平安，母亲节快乐！好，再一次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母亲节快乐。好，台语要怎讲？英语要怎讲 ？Happy Mother's Day！ 好，这是属于妈妈的日子啊。好，所以今日这天5月第2个礼拜天，好是妈妈的日子。好，所以伫即天，好无论你的妈妈，好你是挂白色的花，还是红色的花，好即天拢爱来孝养你的老母。为什么爱孝养你的老母呢？
因为妈妈甲咱生出来，甲咱车用大汉，妈妈甲咱照顾甲好骹好手，互咱拢无欠因哦，好，所以咱爱好好感谢伊。做一个妈妈，好，实在是上帝恩典，好，所以牧师要直接用一个经节，箴言31章哈，咱做伙来读台语。有才德的妇人人，啥人找袂着？伊的价值大大超过珠宝。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什么？珍珠啊！好，所以咱的辛苦定有这个穿金戴银啊。不管你的金银有多值钱，但是你的妈妈哈母亲这个角色、这个身份呢，远胜过珠宝，远胜过珍珠啊！做一个老母有简单不？就困难呢。好，杜家，我们看我们今天儿童服饰主日啊，好，这群小朋友，你要请他们上台读圣经、唱诗歌，还要比动作，简不简单？不简单啊！每个妈妈都摇头呢。好，因为这好一个囡仔好要教习伊啊，要教导他，让他能够茁壮成长。好，真的是很不简单。但是我要问大家啊，你觉得当妈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那是做一个老母。做一个老母，你感觉上介大的困难挑战是什么呢？可能有人讲，生囡仔，生囡仔，但是呢，做老母做久啊，生囡仔简单，饲囡仔安怎困难啊？饲囡仔简单，要教囡仔安怎更较困难？你要教一个囡仔，或这个囡仔，让这个孩子是有信仰的，让这个孩子到长大都会继续在迦南教会敬拜上帝，简不简单？所以呢，还是生小孩怎样比较简单？但是呢，刚才算一下，好，我一直省一直省啊，我们到底有几个小朋友上台？还不到30个呢，好，还不到30个。好，迦南教会600多个会员，好，但是咱的囡仔呢，有出来服侍，好，大概还不到30个。你感觉好，这个代志有要紧无？哦，有要紧，所以安怎？回去生囡仔，回去哈。回去叫你的囝，叫你的孙啊，赶快找个对象，为他好好祷告了，好让他可以早点成家立业。迦南教会呢，需要下一代的年轻人，好，无以后呢，过20年以后，今日这一家咧做礼拜，可能剩无一半呢，要安怎？好，所以牧师原啊真烦恼，好，这原啊是上帝国，好真要紧的这个产业，好，就是互咱这个囡仔会当成长。除了这几个老母不简单，好，当一个妈妈也是从我的少女时代，然后变成什么呢？才德的妇人啊！所以一个妈妈呢，年轻的时候，好，年轻的时候哇，身材苗条，但是呢，越生越多之后，这个身材怎么样？这是恁讲的，我是讲身材更标致啊，更标致啊！好，因为这摆妈妈拢就搞照顾的。好，所以我们要给这些还没有当妈妈的，不要给他错误的观念。生完小孩之后，身材会更好。好，赶快跟旁边的人说，生囡仔以后，身材更较好。啊，即马就讲，生囡仔以后安怎？身材更较好了。好，好，你们看陈师母就知道了。好，好，因为她生了3个小孩哦，身材比以前更好。好，所以我很后悔哦，少生一个啊，那好，袂赴啊，袂赴啊。好，但是呢，好当妈妈，好是一个从女孩到成为一个妇人、女人的一个过程。所以一个查某囡仔变做一个查某人，好，人家住伫海边呢，就爱讲走人，好走人，好，现在叫走人，好就是妇人人啦，好，一个女孩子变成一个妈妈，变成一个妇女，好，这是一个不简单的过程。这嘛是咱圣经在教示咱，今日所分享的彼得前书啊，好，就是咱新眼光读经，好，这个礼拜咱会读到的彼得前书，伊是咧教导在基督徒从属灵的婴孩，怎么样成为属灵成熟的大人，所以这是一个信用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呢，好是真多苦难呐。好，如果要叫妈妈来讲出妈妈辛苦的地方哦，哇，可能要讲很久很久。成为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非常的简单还是不简单？不简单。好，这也是一个成长必经的过程。有一个执事，好，他呢被选上教会的执事之后呢，结果呢没有想到，他的爸爸生病。
住院，好，然后呢开始进出医院还要进加护病房。接着呢，后来他的爸爸也过世了，接着呢，他的太太也生病了，还罹患了癌症。然后呢，他的孩子呢，在升大学的阶段，不晓得他要念什么科系，又为他的孩子非常的烦恼。甚至呢，在这段期间呢，哇，他的家隔壁在盖大楼，好，所以在拆房子、盖房子，哇，这个声音非常的嘈杂，加上他本身的工作非常的无闲，好，无眠无日啊，所以根本哦，讲哇，我哪会做一个上帝的职事，受选做一个职事，那代志这么多呢？后来他又发现，哎呀，他的肝有问题，肝指数很高，所以这个执事呢，也就开始拄到气炎，拄到科炎，我到底要不要当执事？上帝是不是不让我来当执事？无奈互我遮多的气炎，遮多的科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晓得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或是成为教会的同工，服侍上帝之后，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试验和考验呢？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样经过那一段的期间呢？彼得前书就是跟咱讲，基督徒不是一帆风顺，信耶稣就输我吃、输我穿、输我欠钱啊呐，唔免行，互我过红灯啊呐，唔免停，哈。做基督徒无遮尔啊简单呐，好，当基督徒呢是要接受信心的考验哦，好，所以家己隔壁兄弟讲，做基督徒爱有信心的考验，做基督徒爱有信心的考验，做一个老母嘛是同款，总是这个考验是要互咱得到报赏，所以一个老母若真正照起工生囝、饲囝、教示囡仔，然后车养囡仔大汉。顾掉伊的信用，或者个囡仔、孩子出社会会当伫社会有贡献，会当造就人群的时阵，这就是妈妈做老母的报赏哦。但是很主席，好，真侪少年的老母、年轻的妈妈，哇，遇到跟以前好的环境不一样。现在妈妈比较少婆媳的问题啊，因为大家拢安怎，拢无爱带做伙啊，吼，这新妇拢较比大家较大安尼吼，好，所以做囝呢，玩得真辛苦啊，好，我讲台语这个他们比较听不懂安尼啦，好，不然他们不敢结婚呢，好，这个当儿子的呢，好，其实要面面俱到，好，又要照顾妈妈、孝敬父母，但是要爱妻子，但是要怎么样好让这个家庭好能够和睦呢？有时候，好，到底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要抵挡好这一切的环境好的苦难，还是要顺服呢？好，所以今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要怎来做上帝的萝卜。从彼得前书，好，让我们知道做上帝的萝卜有3点。头一点，信心帮助咱顺服基督。请咱讲一解，信心帮助咱顺服基督。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基督啊。好，伫基督会时，好，这个立主长老有分享讲，咱的软弱本来唔知要安怎基督，总是信心用讲袂出的吐气替咱基督，互咱知影万汉事道道来，叫听上帝人安怎得到好处，得到利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着益处啊。跟彼得前书1章2节写的一样，我们一起念一次：你们蒙选召，是按照父上帝预定的旨意，是借着圣灵而成为圣洁的，为要顺服耶稣基督，并受他的血的洁净。我们怎么能够顺服基督？是借着圣灵啊！但咱回想等咱信耶稣以前，对耶稣好无感觉的时阵，耶稣讲的话好，你牧师耶稣来请我无闲啊！好，耶稣你讲你的，我做我的。但是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信耶稣之后，耶稣说的，我们都要顺服。为什么有这样的不一样？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帮助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啊！好，这是一个最要紧的。为什么咱顺服耶稣？是因为信心在咱的心中。反过来，如果我们不顺服耶稣呢？因为我们缺乏圣灵，欠缺信心，
所以咱才有软弱，所以咱的软弱就需要信心来为咱来祈祷。好，红色的字我们一起来读：顺服是信心的表现，有关我们灵魂的得救。一个人有信心还是无信心，不是看伊讲话大声细声，不是看伊奉献的多还是少。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你可以从哪边看出他是不是有真的信心？什么行为？顺服谁？耶稣基督。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会在凡事上顺服耶稣基督啊。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操练、信心的考验，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耶稣，照耶稣所做的。因为咱若顺服耶稣，咱的灵魂才当得救。因为这是彼得前书1章9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们得到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的得救啊。和合本把它改成信心，修订版改成信心的效果。信心的果效，或是信心的效果，这个信心经过这么长的考验，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让咱的灵魂来得到救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灵魂得救？就是要顺服耶稣，让我们的信心通给气验，这样子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灵魂在将来得救啊！但是呢，考验信心是真多所在，最大的考验就在家里面啊！咱的厝内底有挂这块匾的，好，请举手。你的家里有这句话的，好，举手哦。很多人家里都有这句话，这句话叫做什么呢？基督是我家之主啊，基督是我家之主啊，好，是咱厝的主，就是头的意思。但是我要请问你的囡仔，问讲，你厝内底有挂这牌的人，好，如果去问你的小孩，讲，恁厝的请问恁兜像上大？爸爸上大，还是妈妈上大，还是阿公阿嬷上大？好，以前是阿公阿嬷上大，现在变做狗啊上大，猫啊上大，好，变做毛小孩。基督是我家之主啊！你有没有活出一个让基督成为我家之主呢？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信心的考验啊！为什么基督是一家之主？主代表是头啊！我们要出门的时候，花最多时间打扮都在哪里？好，都在咱的头嘛。哦，这头好，你在头脏啦、目白啊、把这个面啊、嘴啊，好，就在西装打扮。好，啊，衫的擦清起来，清起来，好，就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同款的，咱的灵魂的得救，就是伫咱的头。头，互人看到这个头，不是我，咱的头是耶稣基督。好，所以家己隔壁兄弟来讲，咱的头就是耶稣基督，咱的头就是耶稣基督。好，然后再对他说，让基督成为你家之主，让基督成为你家之主。第二，上帝爱咱做伊的奴仆，通过信心帮助咱，互咱会当顺服真理啊，顺服真理啊。这个头为什么它能够成为头呢？因为他的看见是对的，他说出来是对的，他所想的是对的。这个头才有路用，这个头拢看歪，啊，嘴拢讲唔对的，好啊，想的拢想歹。这个头呢，就无好去啊，好，就歹安怎歹带头啊，变做歹带头。所以信心帮助咱，互咱最头的就是爱顺服。咱来读彼得前书第1章20，好，请用台语来读。恁对顺坦真理已经清去恁的心魂，直到疼兄弟无过，就对心切切相疼。咱的头清去，规个身躯就清去。教会的头是啥？基督。啊，教会的身躯是啥？是你甲我，好，咱就是教会的身躯，所以咱伫身躯中间爱彼此相疼。但是在教会当中，为什么没有办法彼此相爱呢？因为没有明白真理，
头好没有成为正确的头，没有活出真理啊。所以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真理，明白进入上帝的话，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所看的、所说的都能够合乎真理。所以这也是彼得前书下一节1章23节，好，咱用台语继续来读。认真出世，不是对话败坏，是对未败坏的真旨，就是通过上帝话话永远袂无去的话啊。我们能够悔改重生，是因为上帝永存的道。草会焦，花会谢，上帝的话永远伫地，这是彼得前书所讲的。所以，我们照顾很多的生命，但是要让这些生命花花草草，甚至一个妈妈照顾孩子的生命，要让孩子的生命能够长长久久，就是爱护上帝的话，上帝的道进入他的心，进入伊的生命的中间，安尼才会当明白进入真理啊。过去好，伫教会迦南教会好很长一段时间在推动家庭祭坛。要有印象不？好，家庭祭坛在推动的时候呢，很重要，就是爱有一个头来带全家伫厝的来敬拜上帝。但是伫推动的过程中间，也发现，有的人推动起来格外的辛苦，不简单。好，这个家庭祭坛呢，要持续长久，很不容易。但是有的人呢，却能够长长久久。家庭祭坛最大的关键，就是是不是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的全家，让基督成为我们全家之主。那无信心，听的道理就袂当顺服，就袂当行出来。所以这个家庭祭坛就会变成是一个表面化、虚假。是一个形式而已，但是家庭祭坛当中，哪有信心、有圣灵，就会有看到在家庭祭坛当中真诚的悔改、认罪、道歉、饶恕和和好。这是在家庭祭坛当中最重要的关键，让圣灵来动工。好，所以刚才表演下这讲，家庭祭坛要让圣灵来动工。那在家庭祭坛当中，这个囡仔、下一代孩子，因看到这不是老爸老母的熬，这真正是上帝的旨意，是信心在做工的时阵，这个囡仔因就经历到上帝，经历神。他们就遇见上帝，知道说：“哎呀，原来基督是我们家的主，不是爸爸，不是妈妈，不是阿公阿嬷，而是上帝真的成为我们一家之主。我的厝拢是来信上帝、拜耶稣的。所以过去陈牧师伫迦南教会最亲的牧师，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帮助咱教会的青年。”好，也当伫少年的时阵，就当去经历上帝，让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去经历神，去遇见上帝，让他们生命被上帝 touch 到，他们的生命就会改变。我想，同款对咱的后一代嘛是安尼，所以彼得前书在甲咱教导讲，咱就是瓦臼，我们都是 living stone 活石。要被建造成为圣灵的殿、属灵的殿。每一个人都爱做上帝的殿，这个殿要做什么？就是要让咱做圣洁的祭司，然后献上蒙上帝悦纳属灵的祭物。所以，咱伫这段伫厝的中间，就是爱献祭、献属灵的祭物啊。不是只有来献金钱，搁爱献咱的时间，搁爱献咱的心，搁爱献这属灵的祭物来献给上帝。最后，
信心帮助咱顺服官兵啊。我们用华语来读2章13到14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的。这个这4个字很难念呢。惩恶赏善，好，这条爱慢慢读安呢。这个月5月20号什么日子？总统要就职。好，如果你1月13号没有投给赖清德的，你需不需要为这个总统来祷告？要。好，但是我听说，好有一些立委5月20号他不出席不参加哦。好，新闻上听说的，这代表什么？他不认为这个人是他的总统，他不认为这个人是他国家的元首，就表示他没有一个头呢，在这个国家当中没有头。不管你认同不认同，有投他没有投他，都要为在上的君王为伊来祈祷。这个总统做了有好，安尼咱全国就得到福气。这个总统你若不爱插伊，你若看衰伊，好，你若一直甲伊好等着看他的好戏的时候，安尼咱敢真正有得到任何的益处吗？一点仔嘛无啊！5月26号是什么日子？对，直接公告一个吼，5月26号若无来的兄弟吼，可能会堆心肝。为什么堆心肝？听讲迄个纪念品吼袂歹安尼，好，但是即摆牧师讲出去啊，好啊，好，我们只有450份啦，好，无多的就没有了，好，所以这头前的坐前面的不会有安尼，好，就是你有报名就有。5月26号，好，检菜好，你有赞成好博智牧师回来迦南教会。好，或是不赞成，好，不赞成的那天好像都没有来，好，监选那天好像都没有来，好，这个郑牧还是看到郑牧师，大家都不敢投不赞成啊那哈，好，伊讲牧师底下讲到啊，好，但是呢，嘛是爱为这个牧师来祈祷啦，好，因为牧师是迦南教会什么？唔是啦，基督才是教会的头啦，牧师是迦南教会的阿妈棍安尼啦，安尼会使无？好，就是迄个身躯甲头的中间迄个阿妈棍啊，好，所以牧师扮演这个连接的角色，爱为牧师来祈祷，好牧师呢会当来代表耶稣基督，听兄弟姊妹，嘛当代表兄弟姊妹来向上帝来祈祷，好咱迦南教会好会当生养众多，好，安尼好唔好？好，所以牧师的负担，好就是叫这些青年囡仔，好紧嫁啦，紧娶啦，紧生啦，好啊，这些囡仔紧娶来主日学啦，好，这是牧师上太大的负担。好，但是呢，好，这是一种的上帝互咱的权柄，这个权柄，好会来建立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要帮助咱来军队耶稣啊。为什么呢？彼得前书2章21节，好，咱来读华语的，台语是的台语。因为恁受到本是要安尼，因为基督也替恁受苦，老模样互恁，要互恁对伊的脚步啊。所以咱受苦，信心的考验是耶稣早就行伫大身头前。好，大概我若看到这个陈牧师娘啊，就想到陈道雄牧师。好，虽然我毋捌伫迦南教会看到陈道雄牧师的服侍，但是看到陈道雄牧师伫咱迦南教会22年的服侍，吼受足多的苦，好，但是这个苦呢，安尼一点，好，也不是只有陈道雄牧师啦，我相信曾牧师啦，好，陈牧师啦，尤牧师啦，好，咱以前这历任的这牧师，大家拢是教会的阿妈棍，好，大家拢是做这个头甲身躯中间迄个要紧的连接啊。好，安怎来受苦？要帮助咱，互咱会当对耶稣基督的脚步啊！好，所以一开始讲这个执事啊，好，这个执事，好，伊安尼拄着选上执事好的第一任当中，受足多的辛苦，但是呢，好，这是咱教会的执事，
伊在喊我，在喊长老在分享的时阵呢，伊讲吼有2件事情让他在这么多的辛苦啊，老爸破病，这个老婆生病，好，然后小孩子，遮侪无用的中间，好，就是2件事情，好，让他可以选择继续跟随耶稣。一个就是家庭祭坛，好，伊讲他每个礼拜6一定都有家庭祭坛，好，安尼连续2、3档。过来就是 RPG 祷告。伊拢和咱教会的兄弟哦，每个晚上一起 RPG， 恁知影什么是 RPG 无 ？Revival Prayer Group， 好，复兴祷告小组，好，就是做3项代志。头一项红色的叫做感谢赞美，好，轮流分享感谢的事情、赞美的事情，好，然后一起感谢、一起祷告。第2个祈求代求，好，就是来分享。好，咱按照上帝在咱生活中间的经历，好，然后呢化成祷告，轮流祷告。第3，为着上帝国来祈祷，为着福音，为着教会，为着集体，为着社会国家，好，这就是 RPG。所以讲这2项代志，家庭祭坛跟 RPG 好的这个祷告复兴祷告小组呢，互伊经过信心的考验。好，所以呢，伊会当继续伫教会来服侍上帝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拢会拄到苦难，但是要紧的是要安怎伫苦难的中间继续做上帝的奴仆。好，郑牧师好，3月23号应该来讲道以后，哇，就去带伊安尼带几工，无输呢，33天哦，3礼拜，啊，搁去带1届吼，安尼。足长的时间吼，所以非常大的试验咯。这是一个人生的苦难咯，吼，牧师吼，真苦难安尼。吼，但是咱真侪人去看牧师时阵啊，牧师阁笑会出来。好，我那过会当安尼甲咱鼓励，吼，过会当甲咱勉励。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但是是信心帮助咱顺服基督，信心帮助咱顺服真理。信心帮助咱，互咱顺服制度甲权柄。所以结论来看，信心就是要帮助上帝仆人行好，来堵住破口啊！好，结论那一句话，请大家帮我读一下：圣灵帮助上帝仆人行善，堵住破口。咱来用好所行来赢过迄个歹。伫咱的周报的顶端，好，有一个圣经集。好，彼得前书2章9节。好，如果你有拿周报呢，我要邀请大家打开周报第5页结论好的那一段。好啊，请大家一起来跟我一起来读啊。好，第5页有没有看到？好，用这个来代替圣经，那好不好？啊，不好啦。好，但是呢，我们来读。好，来请。但是你们是蒙拣选的种族，是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他辉煌的光明，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在读第2次的时候呢，把你们改成我们哦。好，我和全家我们。好，来请。但是我们是蒙拣选的种族，是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选召我们离开黑暗，进入他辉煌的光明，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所以上帝爱咱，好来成做上帝所拣选的，是祭司，也是上帝国的子民。祭司就是要来献属灵的献祭，就是这样好所行。好，所以今天的金句，好，我们来读一次。在外邦人当中，等一下，我们让小朋友来读哈。小朋友还在吗？好，我们请儿童牧区，好，看得到荧幕吗？好，看得到，大声来读哦。预备，请。
好，小朋友，有没有人说你们的坏话？没有。有没有人说你们有做坏事？没有。好，那很棒。但是圣经说，为什么会有人说我们基督徒的坏话？为什么会有人说基督徒在做坏事呢？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啊，为了信用的缘故。有时候为了信仰，基督徒会被人家说坏话；有时候为了信仰，基督徒所做的事情会被人家看作是坏事。但是彼得前书教导我们，在这样的苦难当中的时候呢，要有端正的品性，而且还要有好行为啊。台语，咱来读一解。恁伫未信者的中间，就有好行为，互遐个诽谤恁是歹人的人，通看见恁的好行为，伫主来临的日，归因根互上帝啊。所以，还未信主的人，不管伊安怎看基督徒，迄是因的代志。但是咱的代志是啥物？咱的责任就是要有端正的品行。然后爱有好行为，这个好行为是要被人看见哦。真侪人的好行为是讲啊，不爱互人知影，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但是这个好行为是爱有见证，爱互人知影看会到。所以咱做基督徒，好对你出门，好你让爱有好行为。到来到伫教会，等咱礼拜耍以后，我们离开礼拜堂出去的时候，不要一出礼拜堂之后就开始破口大骂，然后就开始讲话就丑陋的，好，而是一出礼拜堂要有更好的行为，让人家看见，就能够在耶稣来审判的日子，把荣耀归给上帝啊。这礼拜好，如果咱有小组要邀请咱会当分享，你的妈妈安怎是一个顺服的妈妈？她怎么样成为一个成功的母亲？能够来分享。另外，当咱若拄到不顺服、不服气，而且很难以顺服的时候，要记得罗马书8章26、27、28这3节。我们的软弱原本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照上帝旨意被召、被拣选的人。3月31号是复活节，什么时候是圣灵降临节？下个礼拜天5月19号，中间隔了几天？49天哦。这49天不是只有等候圣灵降临，好，而是要祷告，求圣灵充满我们。下个礼拜天是圣灵降临节，我们不是只有来做礼拜敬拜，而是我们要再一次的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基督。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什么？第2点，真理。第3个，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什么？权柄。一切在上位者，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灵魂得救，通过信心的考验。咱嘛爱为着咱的肢体来代祷，凡是咱的肢体，亲像一开始所分享这个技术，受到真多艰苦，还是亲像咱的地牧师，好伫病痛的中间，好受很多的折磨。咱来继续为因、甲因做伙来祈祷，互因会当经历耶稣受信心的充满，会当伫这个路尾结出信心的效果，看到信心的报赏。然后，咱嘛伫这礼拜信心降临节进前，咱来行好，来宣扬迄个调咱出黑暗，离光明，这个奇妙上帝伊的好所行甲一切作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伫母亲节的时阵，咱阁一摆感谢你。想说，阮有一位妈妈，通过阮的老母、阮的老爸，阮会当来到这个世间，也感谢你，互信心保惠师帮助阮伫基督内面，将阮生出来，互阮得到顶头生的生命。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让基督做我们家的主。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
读你的话语、接受你的光照的时候，能够来顺服真理，听到还要行道。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权柄，孝敬父母，顺服我们的父母亲，在教会、在社会、在学校、在职场，在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元首赖清德准总统来祷告，也愿上帝使用我们的赖准总统，在他执政的期间，能够来行公义、好怜悯，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咱站起来，咱要做伙来吟信息。信息第173首。求主用你的灵充满我的心，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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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让我齐心感受你回来主爱，求主灵爱充满心内，让我齐心感受你回来主爱，求主灵爱充满心内，求主因你信心来是阮属风，求主因你信心来是阮属风。求主因你信心来是阮属风，求主因你信心来是阮属风，让我亲身感受你喜乐的主爱，时刻体验信心好海，让我亲身感受你喜乐的主爱，时刻体验信心好。在咱要唱第3节的时阵，我要邀请大家来为我们的妈妈来祷告，为你的母亲来祝福，不论她在你的身边或不在你的身边，求上帝祝福你的母亲。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在这个时阵要为着我的老母来祈祷，感谢你赏赐我妈妈来请我大汉，也会当来教导我信仰。愿上帝祝福我的妈妈身躯臃肿，心神平安喜乐，每一天拢会当有主你甲伊做伴，也有主你伫伊的四周围来看顾保守伊，互伊的生命来活出上帝你的光彩。第二，我们要来为着我们的家庭祷告，让基督成为我家之主，让基督成为教会的头，让基督成为国家的元首。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信行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要恳求你，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让我们大事小事都要顺从明白主的旨意。也求你祝福我们的迦南教会，也让基督成为迦南教会之主，让我们教会能够连结于元首基督，让我们的肢体当中能够彼此来相爱，彼此的和睦，能够彼此的饶恕。也求圣灵帮助我们的社会，帮助我们的国家，都能够在爱中建立彼此，能够与耶稣基督连结。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咱来唱第3节。求主因你的信心找我出去，求主因你信心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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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出去。大声来唱，让我亲身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你爱，让我亲身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你爱。请坐。这时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咱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咱的感恩。
上帝，今天是母亲节主日礼拜，我们满心感谢你赏赐我们慈爱的母亲，她不怕劳苦，尽心尽力的照顾我们的生活，陪伴我们成长，给我们支持、安慰和鼓励。求你赐给每位母亲健康的身体、喜乐与平安的心，并求你帮助我们听从母亲的教导，体谅她的辛劳，常怀感谢的和她合作，使我们的家庭充满温馨欢乐。这时，我们每位孩子献上我们的才能、时间、金钱，为圣公所用。求你悦纳小孩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时请副村长老来报告。喂，好，来咱要报告以前，先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咱的冷气跳掉吼，所以你会感觉到较热吼。冷气跳掉啊，大家安静心都袂热啦吼。啊，袂安尼较温暖。咱电风有开落啊吼。好，要报告，先咱先来这个介绍新朋友啦吼，咱先来介绍新朋友。第一个邱甜美姐妹，邱甜美姐妹来站起来，咱来。好，啊，伊是会静的年哦，是无？啊，会静的年哦吼。啊，咱真欢迎伊吼。来第二个李梅英姐妹。哦，第二个来，咱来欢迎，好，咱欢迎。啊，伊是迄个丽娟吼，丽娟姐妹介绍的吼，来，咱非常欢迎来教会吼。啊，咱今仔有个新来第一届来，也是介绍无对话，咱徛起来，咱大家来欢迎一下。今年好几个来迦南教会的，请站起来一下好不好？有无？今年第一次来的，好5好+5+5好，今年第一次来迦南教会的，好，来手欢迎你们，欢迎一下，欢迎你们，希望你们常来。好，安尼咱要报告以前，咱吼今仔日因为是母亲节啊，咱要伫即个所在啊，教会好意吼，要为每一个妈妈献一份礼物吼。啊，咱先分做小可分做2阶段吼。第一阶段咱用教会上年长的，咱请邱凤长老甲淑月姐啊，甲一个上个少年的张平姐妹是哦。啊，咱起来台顶，咱请牧师来演献，啊，咱较定过来每一个妈妈，咱较来致意啦吼，来，来。咱请这个上年长的竹青的老母啊，一起，好，看这个最年轻啊，最年轻的来，张婷，好啊，这个维婷，不是维婷，维杰来，好，啊，你要帮他照相，好，啊，咱呢教会哈，今年是赠送这个礼券，好，礼券，好，先偷看一下啊，哦，哦。对，全年礼券好啊，但是呢，要紧的不是这个礼券，好，我看有一个圣经节，好是牧师紧的经节，彼得前书3章4节，好，你们应该有内在的美，以那不会衰退的温柔娴静为装饰，好，让家不会衰退的温柔，有没有温柔？有没有娴静？哦，娴好就是那个。很贤惠的贤，好，安静的静，好，最雄厚的侦探，这在上帝眼中是最有价值的。好，来，妈妈念一次。哦，对，这在上帝眼中是最有价值的。好，啊，祝在少年妈妈，好，竹青的妈妈，好，竹青的妈妈，好，母亲节快乐！啊，咱徛中。好。好，接下来呢，好，咱要来请在座所有妈妈，好，请恁站起来，好，只要是妈妈，好，就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要站在椅子前面哦，好，站在椅子前面哦，好，咱当刚来，啊，请咱的当刚好来敬上母亲节的这礼物啊，好，啊，先站着哦，我们要来为妈妈来做个祷告，再坐下哦。来看一下你的这个上面的经文啊。好，让其他坐着的人呢，我们用掌声啊，让永婆香来感谢这妈妈因的辛苦。好，那我要
邀请妈妈们一起来读刚才这个彼得前书3章4节，来，请把你们改成我们预备来，我们应该。好，要记得这在上帝眼中是怎样？最有价值的哦，阿们。我们一起来为妈妈来祷告。好，坐的弟兄呢，或是家人呢，请你举手，好，为妈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每一位站在你面前的妈妈们来祷告，或是她现在正在线上参加，或是在家中无法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同样同心为他们来祝福。每一位辛苦劳苦的妈妈，愿上帝你纪念他们的付出，跟他们的付出能够结出信心的果效，让他们的灵魂不仅得救，还有他们全家都要得救，让他们成为才德的妇人，使他们的儿女来起来称赞他的母亲是有福的，让他的先生也来称赞他，让每一位才德的妇人妈妈们，当他们手中所做的工作能够在城门口来得着荣耀，也来荣耀他一生的作为。我们同心在人面前献上我们对母亲的感谢祝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再次拍手，好，母亲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 好，母亲节快乐，请坐，好，请坐。来，咱刷接吼，咱刷接的这个颁发这个儿童牧区的这个奖学金来，校长是哦，苏成长老，来，互恁啊。好，下面要来颁发今年度吼，是讲14年第一摆生日助学金吼。OK， 好，刷接要来颁发，咱今年度第一期的生日助学金，好，请领奖的小朋友们，好，到台上来，好，全部上来哈，有领奖的全部都上来，好，那国小的站前面这一排，然后国高中的站第2排，请大专研究所的好哥哥姐姐们。也都到后面来，好 ，OK， 好，国小的站前面，好，然后进来一点，过来一点，来，再过来一点。国中站中间，国中的站，高中大学站后面，好，来，这边两边都可以上去啊。好，大专的，来，在这边上面，没有。OK， 好，我们要请牧师来颁发给好领奖代表哈。国小的是恩宇，对不起，雨欣。好，我们要来颁发生日助学金啊，国小。好，这个生日助学金呢，好就是呢，他有在教会里面的出席，好要超过80%，好，然后呢，在学校的成绩好也要有80分以上。好，然后呢，还要在主日学当中好参与，好，所以我们来请雨欣，好，他是小6嘞，好，这不是国中，好，小6，好，来代表来领奖，好，我们拍手来恭喜。来，国小的小朋友，请你举手，国小的举手，好，你们都得奖了，好，我们给你们拍手，恭喜你们。OK， 好，来，国小的可以。好，国小的来跟着雨欣，好，一起往左边，好，这边前进。好，你们要继续的认真念书哦。好，要继续来参加儿童牧区。好，接下来是国中，国中的领奖代表是简佳明，好，来。好，那国中呢？好，到了国中阶段呢，好就比较辛苦啦，好，因为国中的课业比较重。好，所以今天只有你一个。国中好3位，好，来你们都一起站出来了，好，不用代表了，好，佳明、子亮、博成。好，这个国中生呢，课业很繁重哈，所以要继续维持在教会的出现不简单。但怕来感恩恭喜，好，恭喜你们，好，请回继续加油，好，带你们同学来教会哦，好，带同学来教会就多1包。我们高中的话呢，就1位哈，好，秀的爱童，好，这是我们高中的代表。爱童现在是高3哦，上个礼拜刚刚考完统测哦。2个礼拜以前。已经2个礼拜了，好，2个礼拜前考完试了。好，拍手恭喜，好。
那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高中生好来加油哦，大专生这么多哎，这包全部都给你了，好，伟谦，好，伟谦，好，你要去找到他们，把他们通通带来教会了，好，交给你了。好，咱个一摆来给咱家的生日助学金学生，给他们拍手鼓励，给他们加油。顺带一提啊，生日助学金好，为什么叫做生日助学金？就是我们每一年生日的时候怎么样？用奉献好来帮助这些学生能够认真学习，好，所以你每1岁的时候奉献多少？20块，好，啊，今嘛50岁呢，好，就是奉献1000块，生日那一年奉献1000块，好，啊，那像秋风丢落爱奉献较多一丝啊，好，啊，无要紧啊，吼，恁的孙啊，拢会来替你出咱的，吼，无问题啊，好，小我这嘛是，好，但是用这的奉献来做咱的生日助学金。哦，咱的这学生吼，会当更加认真读册，好啊，认真在信仰，好，所以要为他们加油。来，牧师你请老婆。哎，哦，有代志。那咱难得的迄个第一届场的礼拜吼，啊，咱大家拢伫遮，咱牧师因为新任吼，5月初上任吼，啊，所以咱请牧师来介绍伊的家庭啦，好不好？哦，我嘛请牧师娘甲阮3个囡仔起来第一顶啊，互大家小看一下哦，可能遮侪人拢袂认的哦。不要驼背哈，这阮囝哈，口罩要不要拿下来？啊，伊已经退伍啊，好，伊做宪兵的，好，所以你若伫外口抽烟哦，乱丢烟蒂哦，宪兵会去抓哦，不要驼背，宪兵的，好，啊，这是牧师娘，好，静怡牧师娘，好，唔是阮查某囝哦，好，这是阮太太哦，啊，这个是阮大女儿叫做陈允杰，好，允杰，好，伊即马是。高中1年级啊，淡江中学1年级。好，啊，这是阮小女儿叫做允田哦，阿姨即马是国中1年级，好，好，国中1年级，好，所以啊，允琪还未介绍，好，允琪退伍啊，好，阿姨即马申请大学，好，本来阮是本来要过去美国，好，所以她没有准备考大学，啊，后来决定要留在嘉南，所以就也没有了，好，后来决定要留在嘉南啊，所以他现在就要读台湾的大学，不是台大啦，好，是台湾的大学这样子，好，所以他这个礼拜也要去几间学校要去面试，好啊，也为允琪加油，为他祷告安尼，好，真欢喜伫遮好有这个机会啊，跟大家熟悉，好啊，所以考试一下，老大叫做什么名字？老二呢？老三呢？好，啊，牧师娘呢？哦，安尼，安牧师嘞，哇，好，安尼通过，好，谢谢大家，好。我看是不是来请牧师、郑牧师来为阮做一个祈祷安尼哦，好，应该由牧师来介绍好了，来请牧师来，咱同心来祈祷。诸位听众阿爸爸上帝，阮为着迦南教会伫今年中间。阮有真侪的即个试探，甲即个纷争，还是甚至无了解情形在发生。啊，阮成立由牧师因的团队来离开，但即中间，阮真感谢主，你差遣陈博士牧师，伊愿意接受以及得到咱所有的即个会友的感选来统计，要请这迦南教会的牧师。阮感谢主你的即种疼痛，互阮迦南教会并无因为牧师离开，就真做一个袂当顺服，还是袂当有一个组织的即个教会。阮感谢你的赏赐。那今仔即个个月开始，陈牧师已经来赴任，伫5月26要来就任。阮感谢主你的疼痛。刷落去是阮遮所有的会友，要安怎会当顺服伫主你的安排，互阮迦南教会搁一摆重新有一个新的看见，新的领导，新的带领，诚做主你所欢喜的一间教会。阮为着这献上阮满心的感谢，求主继续赐福甲带领。原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多谢牧师，多谢大家。
好，来，咱感谢这陈牧师为咱祝祷吼，嘛，咱欢迎陈牧师返来咱教会啦吼。来，咱来关心这礼拜这教会的消息来。咱今仔是儿童牧区的主日吼，咱感谢着老师这小朋友的服侍吼，愿上帝赐福伫每一个人内底恩典满满。来，咱教会有交一间饭店，甲一个手机公司吼，就是交嘉士特饭店，交这个延传吼，手机咱有合作啦。你若去这饭店，是讲买手机这拢有这优惠吼。你若有意爱，你就交这张毅主任吼来接洽吼。来，咱5月16号暗时8点，202教室吼，崇拜部要开一个崇拜部的同工会，请踊跃出，这个同工出席吼。来，咱今仔庆祝母亲节，咱头拄已经伫这致送每一个妈妈一份礼物吼。咱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妈妈心情能健壮日日欢喜啦吼。来，咱即个松大吼，咱松大幼儿园拜三有迄个讲座，医学讲座吼，你若伫线上也是啥物，你参加，咱家己看吼。来，助金咱头拄嘛已经颁发了吼，咱鼓励这小朋友吼，厝内若有小朋友鼓励伊来参加主日的吼，咱来用这个方式来鼓励细囝吼，伫属灵的顶悬来跑走。咱端午节吼，特别到啊吼，咱请小组长来指议吼，你的小组内底若有需要着帮衬的吼，你着伫遐来申请吼，摕即个表吼来申请吼，即个咱有友爱基金吼，会当来申请咱若写你的单天的。交互集会长老就好吼，而且伫集会长老的信息吼，教会就来处理吼。咱上请的嘉义吼，嘉义执事吼，今仔日无来去看到，已经得到一个年婴啦吼，感谢上帝有一个好的产业，咱会当互妈妈交囡仔拢做平安长大吼，以上。好，来，咱小会吼，咱小会有一寡代志要同大家报告，咱请孙正长老来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毋知有周报，咱先开周报第6页，好无吼？周报第6页。要代表小会要来读一张批吼。即个是一张迄个公开信吼，公开信吼。第6页，第6页吼。若是无，咱就详细来听吼，详细来听吼。陈牧师有我问讲，咱要读台语也读华语啦，吼。陈牧师讲，联合一场礼拜原则上读台语，但是今仔个有儿童主日学，又有很多的青年吼，华语不能少。这样子的话就一半台语，一半华语，一半华语啊。所以呢，迄个较深的迄个迄个词句的时阵吼，我们就再用华语来把它表示一下哈。好来，嘉南教会小会伫全体会员公开批，嘉南教会敬兄弟大家平安，愿恩惠和平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归互恁。嘉南教会设立到今已经要将满届满60周年。伫近即假期的岁月的中间，咱看见上帝的信息，我们也看见福音的大能使嘉南在桃园成为一间充满影响力的教会咱满心感恩哈。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也要感谢历任牧者的牧羊感谢历任中级承担重责大任，来承担这个大责任。那么感谢每一位服侍同工坚守岗位坚守咱的职分，和嘉南教会不断伫成长来茁壮来壮大。总是伫2023年去年的9月开始，咱因为牧者团队历任这种的国语咱教会就产生真大这个变化，互咱感觉非常的讶异真大的变化嘛，侪会无了解咱嘛有人侪
唔甘，各有46名会员来转出会籍，带互教会真大这阵痛真痛痛。上帝怜悯伫感人的时刻呼召咱前任的牧者陈标志牧师受聘倒转来到咧教会来进行重整。小完大家大家深感欣慰深深感受到这种欢喜甲安慰嘛伫遐发出呼吁，邀请咱兄弟同齐用疼心、咱诚实来面对问题。用真诚来化解这种的争执，用祝福来化解厌怒啦将这种的怨愤受气，咱拢用祝福来甲化解。一齐为了上帝国来努力，搁一遍为了福音出发来前进。近来有会有反应有一侪会友伫遐反映。在非公开的场合有收到伫迄个毋是真公开的场合有收到去到其他教会服侍这个邀请在那边倍感也感受到压力经过修会员讨论了后，我们就决定以这个公开性的方式来向本会会友来解释说明，也期盼能够减轻额外的这些的服侍。或者是咱侪这人情的压力根据教会这个之间的伦理请兄弟咱会通明白以下有3点的服侍的原则有3点的服侍的原则。第一点你若是现在的中级同工你若是阁收到其他教会服侍邀请的时请你的确咱的主任牧师来报备，并且得到同意之后，再前往服侍，这是咱第一点的原则。第二点的原则你若是本会的会员你若是咱本会会员，当你收到这外面的服侍，或者是主会邀请的时阵，请以事前就是个事前会通你的区长或者是小组长来寻求做解。会通来找求遮看以减少无必要的淡薄这误会这是第2个原则。第3个原则呢你若是尚未成为本会的会员，你若不是咱本会会员你会通照着你个人的感动来做决定。若需要找求意见的时阵，议员会通接受咱的牧师或者是长老。来帮赞，互你的帮赞，互你的协助。另外有关私下向本会会友请求奉献或募款募款的情事，就是讲有关若私下咱本会会友来请求奉献，或者是募款这代志的时阵依照圣经里面的原则呢我们都必须做金钱的好管家。也必须做主忠心良善的仆人，善用上帝所赏赐的金钱及才能，尽信徒的本分。因此，若有其他教会私下向你请求奉献或募款的这代志的时阵呢，你会通照着圣经的教导，按照本心所酌定的来奉献，就是讲照着你家己的心意斟酌。伫遐来做考虑决定了后，你通为来奉献唔免勉强不要勉强，也不要为难，嘛无需要为难因为上帝爱捐的乐意的人，兄姐们在捐献上，若是你有遇到这些困扰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像区长、组长或是牧者一样来寻求、来咨询、来得到帮助最后呢，最后若是有邀请来转会籍这个代志的时阵，来发生的时阵咱就要提醒2点第一点请你先安静来祷告查验上帝的旨意为何，就是讲，那么邀请你来转会籍
这个代志的时阵毋茫你先安静来祈祷，来查验上帝到底的旨意是啥款。如果你若是真放心，第二呢，你会通你的区长，或者是组长，或者是牧师来做沟通，确定是上帝会带领了后呢，再来填写，你才来填写转籍的申请表。会员籍啦，就像是我们的户籍一样，咱的户口相像啦，户籍一般代表在所属教会，你享有权利跟你的义务。盼望我们兄姐看重所属的会员籍，在所属的教会中，会通来尽力、尽意来服侍上帝。以上几点的说明，毋茫互咱本会会员会通更较明白教会伦理，也会通更较互咱专心来投入伫服侍的这份的顶面，并且会通照着上帝所赏赐互咱的金钱、才干来荣神益人但愿互人有毋茫的上帝，因信将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甲咱教会小会建客，主后2024年5月7日以上，谢谢。咱做伙来念祝福的诗歌、圣诗，当要396首，当要散会求助处今日散会求助师傅，临时刷请大请起立。甲要散会求助师傅，互阮心中上快乐，来家家连亲爱辅助，欢喜阮地主脚步，地主脚步，地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伊更关闭归主性命，总阮心只免惊吓。真理传播百倍修行，是过为主最坚进，最主坚进，最主坚进，无论倒去最坚定，教会fun兴对阮做起，所受灵阮那家天。阮的心是求主帮助，若久若在阮无限，阮地无限，阮地无限，孤单充满通世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帮助，甲恁每一位兄弟姊妹三个弟弟。特别甲每一位母亲、三个弟弟，互因当做上帝罗卜来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也甲迦南教会众兄弟姊妹三个同在，对即时到因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请者请坐。在这边补充几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出口地方，有这个中信所印制的家庭这回事的月刊哦。好，那这是一个夫妻沟通的秘诀，里面有7堂课，好，可以做家庭礼拜小组分享来使用。好，我们可以来索取。好，另外呢，今天教会在49号地下室一样有准备爱餐，好，所以有需要用爱餐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到49号地下室来使用爱餐。好，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好，如果方便，我们可以把椅子把它叠起来，好，让同工可以来使用。好，等一下我们从这个出口在进出的时候呢，好，请大家好让长辈先通过，好我们彼此请安，彼此祝福，谢谢大家。